后来即届这个华航甲诺富特的确诊者是去过台北市甲新北市真侪所在。台北市长郭文摕就批评讲，这个中央甲地方的消息无同步，是来制造着惊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到长照中心看防疫的时阵，嘛有讲着讲，中央甲地方有资讯的落差。看来，这两位市长对中央现阶段防疫的作为是真担忧。那你的动线有没有照规定来做？问防疫工作有确信，新北市长侯友宜去长照中心巡视。妈妈平安最重要，所以大家用信心啊。目前就要到疫情阁去变化，确诊的华航技师阁去过湘北真侪所在，侯友宜这个中央资讯无够完整。一定要在第一个时间快速的来跟地方做反应，因为后面不管是居家隔离、居家检疫，都是地方要负起的责任。我应当要完整的连载，不管他是劳动部的、教育部的、交通部的，都要完整的连载。烦恼疫情阁扩大，湘北市长的态度同款，只是讲刷来3礼拜内，若是疫情失控，台北市敢会先采取非常的手段。市场防疫有要升级吗？会不会觉得陈总小心。郭翠庵甲李长伫参详，郭文摕致辞时嘛表示讲，将伫短时间内做决定，敢要将这个防疫阁升级。